于这个啊，我先生叫许振龙啊，所以我们就那句周道亮，你相比方也在打王，起码快。OK， 吴文瑞你过来了。再来是 Alex，Where are you？Alex， 在台湾啊。然后是黄东升，阿伯来了，今年顾问我来过。Okay, we may need more chairs. Do we need more chairs? Volunteer 可以看一下吗？啊，你这边有够吗？大家可以休息了。好了，他们你来唱一首客家赛歌。OK， 我本来无啥代志，无啥我人的时阵，我就叫阮安出来唱客家山歌了。所以现在就请大家先听一下。我这回参加要平衡一下了，你讲哦，没有客家乡亲哦，这个夏令会哦，跟他不够平衡的哦。迄第一顶头拢有一个 QR code， 迄 QR code 一定有一个故事啦。1999年台湾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921大地震。921大地震，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中段中寮迄个位，足侪台湾的高山地的地形1/3唔见，迄地形3唔见，地形唔见，但是唔见去啦，无去啊。结果地龙伊即马爱做地沙无地好做，结果呢？台湾的茶叶改良场有2个科学家，伊想到讲，日本人迄阵踮台湾，足侪阿萨姆的茶树，迄款茶树平均年龄75，活地的一定足用的。伊讲，咱会使甲槟榔树种哩阿萨姆的，咱的地叶咱来种地，所以迄款师傅甲科学家就讲，安尼我来教你做阿萨姆的红茶。咱台湾的茶农头脑嘛足巧的，因为即马伊来学做这个时阵有迄补助金就对啦，所以就讲好，咱来学做这红茶。迄师傅直直甲伊教，伊就讲是，伊就直直学。但是伊等做红茶啊2工的工啦，伊讲咱做乌龙茶1工就该做煞，就歹去。但是老师甲伊教。一定爱讲是，因为若无讲是的时阵你领袂到奖助金就对啦。所以见摆做伙的时阵，迄老师就讲，大颗的拢叫我大颗，伊讲大颗咱来饮茶看。所以讲，这茶足好啉的呢。比我甲伊教迄阿桑叫我做的，叫我讲的有无一步一步做，伊讲有啦，绝对有啦。但是呢，老师讲，这足奇怪的，出尾后就讲，咱一间一间，你家放地拢去做，哇！这个减一个，迄个加一个，这个减。所以，即马你摕到迄款茶，咱家合作的名，咱不是讲红茶，市面上拢讲蜜香红茶，其实迄不是红茶，因为伊的氧化程度无到红茶的程度。咱的台湾茶农，老师甲伊讲，唔好日头晒哦，随时茶叶来放喺厝内底。伊讲日头遐尔美，日头晒1点钟，比咱厝内底10点钟较有效，所以绝对有效。所以我用这个茶来甲大家讲，咱台湾其实有这个，其实不是红茶，伊是咱的蓬莱佳人，就是讲台湾佫找到一个新的乌龙茶。你要唱歌啊？唱歌，先讲一下你唱歌了咯。家门该好。顿来年，两人汗水的老街，人江山肉草有派，走出山乡。
我知影迄个教迄个美食，因要做什么饭丸嘛吼，都毋知要做啥，啊，搁要做麻糍，敢若搁要做碗粿呢，哇！咱拢爱过去食就对了。啊，搁有台语的课吼，啊嘛有的老师在这里是哪一位老师？客家话是我啦哈，教客家话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的节目会很丰富哈，就辛苦片啦哈，我嘛一直甲问讲，你的节目是安怎啦？那看无，觉得很奇怪。我会记迄个大哥吼，英华伊当初咧甲我学迄个邮车袂歹啊。我讲邮车敢若日本名咧，我讲优秀好不好？吼，伊讲这名，我就。因为头脑比较华语式嘛，我说优秀，伊讲买赛来优秀，阮客家人拢够要求，这材料都唔对，那就又改回来就叫优秀。讲吼，我拢唔敢用台语改叫，比两公啊。对啦，啊伊甲 Christine 吼，一直拢是阮的前辈啊，就大方的对阮台湾人的基金会的贡献非常的大，吼，是我的。对，小蛋也在讲这个啦，吼。啊，小蛋讲有一个，游之浩，对，游之浩，台湾来的少年人，我拢会带着伊。啊，这个我拢一直跟你杨思培呢。不是，我刚才就问 Ken 哦，杨思邦哦，伊咧推就火药，这个美女也是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介绍一下，我刚才没有跟你收。豆干也看 ，Line 也看，很杰出哦，恰查某。我最喜欢一个比我较恰的啦。好，加油！还有谁？今天晚上好，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会，这我。会当讲吼，